Sam 同你做功課 Part 1期2025年7月1號香港回歸28周年日子，祝大家節日愉快啊！而家咧大概就係23:09咯，咁都仲係7月1號嘅。不過咧，如果你係計時辰嚟講咧，可能已經踏入咗子時。咁今集想同大家講咩咧？呢期好興就係講7月5號，阿龍樹亮話大地震啊！哇，係咪整翻個咩大東亞共榮圈啊？唔係，應該係由咩日本連去台灣，連去香港，連去菲律賓。哇，呢個好有大東亞共榮圈嘅影子啊！咁究竟係唔係咧？咁當然即係龍樹亮有啲澄清啦，但係當然我就會用我八字嘅角度去睇下，發掘一啲焦點俾大家睇下，大家又研究下咁如果想係啦，即係歡迎大家係啦留言俾我，咁啊大家討論下啦。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之外啦，可以點讚啦、分享啦，同埋訂閱呢個頻道，支持頻道發展。好啦，好啦，咁今次咧就想講7月5、6、7號嘅八字特點，同埋小暑八字分析。咁7月5號就梗噶啦，龍樹亮嘅嗰一點嘅名噶啦。但係其實睇多2日都仲有啲分特點嘅喎，咁咧就會同大家講啦。開始之前咧，又翻嚟呢一個啦立春八字，咁之前都 show 過噶啦，show 翻以年干計咧，因為7月7號咧就入小暑，小暑即係入6月啦。咁如果根據之前我呢個推論，6月應該係好噶噃，咁啊大家好嗱，咁講一講先，龍樹亮 YO 他書嘢應該係我所向見的未來啦。咁龍樹亮喺6月15號出版嘅《天使的遺言》中入面嗰本新書嚟啦。7月5號呢個日子咧嘅所謂大災難咧，咁就其實唔等於發生事件嘅具體日期嘅。咁佢亦都表示咧，作品咧受到高度關注咧，咁啊證明咗大家防災意識嘅提升係啦。咁就即係似乎係想兜一兜啦。咁但係講真，而家拍少咗7月1號啦。咁啊，去到7月5號啊嘛，2、3、4、5好快嘅，都唔夠1個星期嘅日子。咁大家就可以好快開估啦。咁當然啦，正如頭先所講，7月5、6、7號咧個八字有啲特別嘅，咁啊同大家講下先。7月5號呢個好啦，7月5號睇咗先啦。月至年壬5月月亥日啦，咁我哋睇到咩嘢啊？巳亥沖啦，咁其實一個年破嚟嘅，咁啊即係同今年破啦咁會唔會就係嗰日有啲問題咧？即係龍樹亮講得咧，可能都有少少道理嘅。好啦，咁跟住第2日啦，7月6號，月至年壬5月丙子日，咁我哋起碼睇到子午沖啦。咁當然天干就壬丙都係丙壬都係沖噶啦，天克地沖咪月破啦，加天克地沖咁7月7號咁 after 4:05啦，4:05就係小暑啦。咁啊就係癸未sorry 呢個係月啊。月至年癸未月丁酉日，咁又係丑未沖，跟住癸丁又係沖嘅，咁要加翻啦，係嘛？月破加天克地沖呢度係 sorry，啊，咁呢個就年破啦，跟住係月破天克地沖，因為轉咗月咧，又月破天克地沖，即係話俾大家聽，小暑嗰個八字咧，其實咧就係有啲沖噶啦。
咁大家見到連續3日咧都係破日咧，即係阿龍樹亮提醒我哋嘅嘢咧，唔係話冇可能，即係唔係7月5號，但係6號、7號都係破日，會唔會都即係都要提高呢個災害意識啊、防守意識咧？我覺得都有一定嘅參考價值喺度嘅，係啦。好，咁咧就落下一張 slide 先。嗱，小說2025年7月7號04:05啦。乙巳年癸未月丁丑日壬寅時，咁啊見到啦，丑未沖啦。咁都有個人木生旺嘅，呢度有個月木，咁正印透干又未必差得晒。咁但係咧，你話如果財咧，火克金為財冇嘅，冇乜啦吓，係得呢度啦吓，個丑土有個辛金啦，或者自火裏面咧都有個庚金嘅。咁呢度勉勉強強咧，自丑咧可能都拱到個有嘅，咁可能都有啲金嘅出嚟嘅。即係如果有金局咧形成咗咧，咁真係會好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又係例牌揾下豆包出嚟問一問啦。好啦，咁就問乙巳年癸未，哎呀，呢度 copy and paste 出嘅問題啦。乙丁丑壬寅時，咁問下豆包啦。咁適合嘅領域咧就八字起水，喜歡做物流啊、娛樂、漁業啊等等啦，亦都喜歡做呢個教育事業發展咧，就踏踏實地啦，可以做出一啲聰明才智嘅嘢啦。咁如果喺事業上咧，可以創出一片天啦。咁早運好啲，啊中運咧就首先話，啊早運係一般，啊中期咧就可以開通，又能把握呢個機遇咧，咁市場上咧都有一定嘅地位提升，啊事業咧發展較快。好，咁啊財運方面啦，咁啊整體財運都幾好，生活中咧就唔會輕易咧為錢發愁，中年以後咧話事業興旺咧，財運都提升啦，晚年咧就更加好啦，啊啲提升啊啲物質啊，有興盛大旺嘅命格。好，咁啊都睇得幾好啊，咁啊大家參考下啦。好，咁跟住咧。其實咧，之前嗰幾集我都講過，屬馬啊，丙午年啦，出年啦，2026年啦，屬馬屬羊嘅。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。咁希望靜靜地講12生肖運程都可以有人睇到啦。咁今次就講屬猴啦，屬猴嘅咁咧就。有係呢一個紅色呢一格啦，咁有文昌驛馬啦，咁啊有驛馬星就可能出年會變動多啲啦，同埋文昌，咁啊梗係嚟考試啊吓嗰啲咁樣啦，或者嚟小朋友嚟考試啦，大人如果有啲升職試啊，或者考完啲試加人工嗰啲啊，咁都嚟嘅。咁有喪門孤神啦，男妓孤神，女妓寡宿啦，咁啊馬騮仔啊，咁可能咧就會寡歡啊，啲感情唔係好順利啦。喪門咁啊，小心身體啦吓。咁三方四正有乜嘢啊？咁我哋見到咧個子宮咧啊，咁啊申子辰啦，咁啊今年冇吉星噶啦，冇主要吉星啦，又歲破大耗欄干啦，係啦。跟住神宮啦，八座天解解神啊，天狗吊下寡宿，咁神宮就天解解神就好多嘢幫佢手啦。咁問題就係話，通常咧咁多嘢幫你解到咧，梗係出現好多疑難先幫你一一解決啦。啊，咁另外對宮咧就人宮又係冇主要吉星啦，白虎紅炎啊，小心刀殺。咁今年咧。係啦，咁亦都留意翻啦，貴人就係指即係老鼠仔啦、龍啦，同埋呢個蛇仔嘅。今年嚟講啊，出外啲貴人啲子啊，嗰啲都唔係太多貴人嘅，所以咧你要揾咧，可能就揾翻啲屬龍啦、屬蛇啊，可能咧個助力會大啲啦。
好，咁啊，講馬騮仔講到呢度啦，咁我咧就下一頁啦。咁咧呢集咧就叫完啦。咁啊，敬請期待其他內容啦。咁希望咧就多謝支持呢個咧，Samsung 同你做功課啦。咁希望咧可以訂閱、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咁啊歡迎打賞同埋贊助啦。咁呢集嘅內容就講到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，可以喺下面留言大家討論下，好冇？咁今集去到呢度先。咁你申報下，我係香港證監會持牌人士及冇持有上述股份呀，冇提到啦吓。好，咁你嘅支持俾我動力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啊。咁啊，有能力方面嘅 scan QR code 贊助下，我唔使錢嘅方法，亦都可以啊。留言、點讚、分享、訂閱。咁另外咧，各大社交平台都可以揾到我啦。咁今集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